在出门之前，让我们再检查一遍东西都带齐了没，要不然等一下写生的时候没有带东西就糟糕啦。好，我问问你们两个哦，图画纸有冇？妈，我说有冇就是有吗这个意思，有就是有，冇就是没有，这样子清楚了吗？那我再问一次哦，请问图画纸有冇？有。那笔有冇？有。太好了，请问亮亮有冇？妈。亮亮，你明明就在那啊！对嘛，亮亮，你都没有认真听彤彤姐姐讲话哦。我有啊，不然彤彤姐姐你再问我一次。好，请问猫猫有冇？妈，答对了吧？答对了，答对了。那你们两个准备好了没啊？好。太棒了，我们出发吧！有冇？有吗？有冇？有吗？再来检查一下书包。课本有冇？有。铅笔有冇？有。橡皮擦有冇？有。很好。糖果有冇？妈，上课不可以带零食啊。很棒，很棒。好，把你收进去了。有，冇，没有。彤彤姐姐，你有看到我的小包包吗？小包包有，在沙发上啊。太好了。那你有看到小包包里面的小纸条吗？小纸条，冇。还好。啊？难道说小纸条里面有秘密？啊！哎呦，没啦！啊！告诉我嘛！有，冇，这些客家话常常用到哦。小朋友，你要赶快学起来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软亮。